自细汉，我就毋敢烫只骹，因为迄当阵啊，大家拢咧唱讲踮仔脚踮着骹，叫阿爸买猪骹，想着我就惊。大汉了后，总算有机会来问当初写这条歌的施福珍老师，到底为虾米拍起踮着踮仔脚又爱买猪骹？敢讲咧3站就袂用得心。欲知详情，请伫11月17日礼拜暗时6点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老生的讲头机，来看施福珍老生的安怎用台湾囡仔歌写出一代人的共同回忆，一条啊，搁一条，互你听了就会对你海的旋律，随带你回去迄时阵的快乐，搁有老师创作的时阵发生的种种趣味的代志，内容实在是甜意甜甜。若是时间未拄好，嘛会使伫网络顶悬看哦。风悄悄的大片空，甲道理早早的。